观世。很好，我们再请你第二面，也是给我第二面，没，嘿，第二面，你要看伊讲，你这永远头前无乌红无大哇，永远爱马上，你若摕圣诗的啦，好，我们的圣诗，它下面就有说，请注意那个第3个谱表最后面要马上接第4谱表。刚才我们就把它拧过去。好，我们再唱一次第1节，本来。贝多芬所创作的，伊耳孔已经拢无听到啊！伊做完这首，过3年就过身啦。伊过身的时，所有维也纳专区拢放假，拢在追思他，所以我们就知道他的伟大。好，好，请咱准备心，大家来做礼拜。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是礼拜要开始，将咱有请有带纸手机仔的兄弟，将手机仔关机，也是转做震动，以免影响礼拜进行。
称赞上主，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我一生要称赞上主，我活地日子拢要唱歌称赞我的上帝。即时咱用献诗298首，298首，快乐快乐，阮来敬拜，来一同唱歌学乐咱的上帝。引专首，请起立。同心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赏赐你的圣子耶稣基督，成做阮的救主，洗清阮的罪过。求你赐予阮智慧，会当互阮伫你的，会当互你伫阮的生命中的旨意，互阮明白。求你伫人民行动中引带阮，互阮伫思想、言语、行为上，敢亲像耶稣，帮助阮有祈祷、默想上帝话语的好习惯，通甲上帝你有亲密的结连甲交陪，激励阮有照起工来读经的好习惯，每一工拢有你的同在。当阮面对挑战的时，求圣神坚强阮坚定落去的决心，并且牢牢记牢耶稣所讲的，伫主无有恶食的事。伫阮自我改进的过程中，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会引传阮头前的道路。即时嘛求你的圣神甲你牧师同在，互伊今仔日早起所要分享的信息，诚做阮的帮助。就是阮要用你所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天天。我的日子今仔日互我，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日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天光归心。
启应文第58篇，启应文第58篇，也是罗马书第8章。我来请兄弟来用教导的方式，关于这个代志，咱要安怎讲？上帝若为咱，啥人会当抵着咱？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贱人牺牲，怎袂将万物嘛白白赐予咱？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宣判因做义人的是上帝，若安尼，啥人会当甲因定罪？毋是基督耶稣。伊已经死，搁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国活。他坐伫上帝正边，在替咱祈求，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患难，是困苦，是撇开，是骄傲，是散赤，是危险，还是惨死？照圣经所记载，为着你的缘故，阮互人看做伫要杀的羊。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现今也是将来的，这一声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这是咱来恭听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到15节。我用现代台语汉字本来读。所以，恁着安尼祈祷：阮的天父，愿你的性命受尊重，愿你誓言足权，愿你的旨意实现，伫地上亲像伫天顶。求你今日赐予阮需要的食物。求你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嘛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求你毋通互阮陷入担当袂起的试探，救阮脱离迄个邪恶者。恁若赦免人的过失，恁的天父嘛会赦免恁；恁若无赦免人，恁的天父嘛袂赦免恁的过失。愿上帝的话时刻刻在伫咱的心中，交做咱的帮站。这是青少年团体要用相信有爱就有奇迹来带咱学路。
愿阮两父老将做芳芳的祭，达到上帝遐。现在起，林牧师要用重整关系秩序来甲咱分享。兄弟平安。咱真感谢青少年团体用到这条相信友爱就基节来引带咱来敬拜咱的主。在这个诗歌内面，伊讲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不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相信有爱就有奇迹，毋是咱会通做啥物货，是因为主会通做啥物货。搁咱伫迄中间，咱不轻言放弃，是因为咱知影咱的主，伊的确要引带咱，带领咱去跨越咱生命当中各样的这挑战、甲这困境。所以咱无伫咧迄个中间，咱对咱的主有迄款安尼咱讲离神而去也是讲放弃迄个军队主的迄个骹步。咱只有需要是啥？拍开咱信心的目睭，咱就要看见上帝怎样带领咱安尼脱离迄个困境，无搁再安尼受到即个困境，甲咱安尼捆绑掉咧。明仔载是端午节，所以伫遮搁一届祝福咱所有南洋的安尼咱的家人佳节平安喜乐，咱同心来祈祷。稳定的主，阮搁一届献上阮的满心的感谢。主你伫你丰盛稳定甲引带下面，你带领阮所有属主你的儿女，阮安尼伫主你的稳定的中间，阮安尼经过一礼拜，也伫一礼拜内面，有缘继续领受主你丰盛稳定。不管阮所拄着是伫咧困境，是伫咧顺境。主你拢甲阮送伫地，特别恳求主来拍开阮迄个信心的目睭，会通看见你怎样引带带领阮，互阮会通伫阮过来日子继续，因为阮时常看见主你的引带甲带领，阮就会通来人来宣扬主你迄个大的疼痛。甲你的引带怎样来改变阮的生命，甲着阮所生活的即个困境中间，主你怎样带领阮来安尼搬过这个困境，甲所面临一切的挑战。因为阮知主你确实要引带带领你家己的教会、你的百姓去搬过所有任何这个困境，是要来，互主你的名来得到荣光，要互主你的名得到高举。愿安尼恳求祈祷，靠主基督圣名，阿免。咱伫顶礼拜咱有分享到即个正确的关系的即个次序的第二讲，也咱伫咧迄个中间，咱有去讲到迄个甲着其他的人来建立迄个关系的迄个目的，是为着要来传承。互人会通做耶稣的门徒，建立甲上帝的迄个关系，安尼的迄个关系牵涉到的是迄个顶一代甲着迄下一代的迄个彼此之间的迄个合作，会通来完成迄个上帝的迄个计划。嘛牵涉到的就是教会甲教会之间的迄款安尼迄个关系的建立，迄个关系若深迄个。彼此之间的咱讲配搭若深，咱就会通看见上帝的迄个角度，安尼临到伫咱的中间，带来迄个咱会通看见讲迄个叫做幕后的迄个大复兴。搁咱嘛有去讲分享到即个有关即个甲着即个事务的即个关系的部分。伫圣经内面嘛讲到咱安尼甲着即个事务代志的即个关系，伊讲形容讲迄个关系是叫做管家的迄款一个迄款安尼的身份，是迄个咱对即个管家的迄个要求，就是爱伊有忠心。迄个忠心毋若是干那坚持到底，佮爱咱
由始有终、自始至终去伫遐来安尼做代志，佮迄个所要做的代志是，毋是照着咱家己的意思，是照着上帝的心意来行。迄个中心的迄个基础是建立伫咧甲上帝的关系，是伫咧甲着上帝、甲着咱家己，以及甲着迄个他人的迄个关系中间，来伫迄个中间来做代志。迄个中心的管家，伊伫遐建立关系，伊无破坏关系，因为上帝看重迄个建立关系，佮赢过即个代志的迄个果效。既然上帝安尼看重关系，所以咱也需要搁一摆来重新来去安尼整理咱家己伫咧各方面的即个关系的即个处事的即个部分。咱大先，咱需要去清楚了解迄个中心来去咱家己迄个中心关系、迄个彼此关系的迄个处事，是在伫咧安怎？是在伫咧你到底你是用着迄个解决问题。是伫遐咧建立迄个关系，迄个中间建立关系的迄个处事非常的重要。咱时常咱拢会通伫咧咱咧甲人咧分享的过程内面，咱拢会时常会去讲到叫啥？叫做有关系就怎样？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呢？就有关系哈。没有关系要怎样？要建立关系，意思就是讲，若是咱迄个建立关系的迄个处事是正确的，安尼咱做代志就无问题。讲老人安尼甲上帝甲有一个真良好的关系，伊会通真明白上帝的心意，佮互上帝伫遐伫伊的心内伫遐来推动，所以伊所做的代志，伊一定是甘心乐意去做。佮人若甲伊家己的迄个关系是好的关系，伊就会安尼家己伫遐来推动伊家己。伊伫迄中间，伊伫遐咧做所有每一项代志的时阵，伊就会通开心的来做。佮伊若甲他人的关系是一个真好的关系的时阵，伊就会较即个他人有一个真好的迄个互动。伊彼此之间都会伫遐中间同心伫遐来做一件的代志。迄个对的代志，若是迄个，咱讲应该来讲迄个对事不对人，原底本底迄个意思是讲想要安尼真用公正的迄个处理方式来去处理一件代志，但是咧反倒因为迄个重点是放伫咧迄个代志的这个顶面，忽略了甲着其他遮的不管是甲着上帝、甲着家己，甚至甲着他人的即个关系，至到安怎？伊伫咧中间只有干那要互代志来甲做好势，结果往往伫迄中间来破坏其他的遮的关系。亲像讲。咱伫咧甲即个代志如果咱若将即个安尼即个代志甲代志的即个关系顶面放伫咧其他的即个关系的顶面的时阵咱就会通看见讲往往破坏所有其他的即个关系。一旦即个关系无好势，人就伫咧中间，咱讲不甘心，搁不开心。佮嘛无法度同心伫遐来做代志，结果即件代志就无法度来得到真好的维持。伫咧教会内面咱嘛时常会拄着安尼像安尼犯了即款安尼迄个毛病。咱将即个代志的即个关系放伫咧其他的即个关系顶面，佮咱。佮用着安尼，我们是对事不对人，伫遐来要求其他的人。这递到咱伫咧即个大家人伫咧即个服侍的即个服侍上帝即个道路的顶面，咱会通发现，咱伫遐哪服侍哪无快乐，哪服侍哪无开心。伫咧服侍的人会哪少。
搁安怎？咱伫咧服侍过程会需要安尼讲讲消耗足侪时间精力才有法度搁一摆定心来得到快乐。既然咱知影即个建立的关系，即个处事遐尔重要，安尼为虾米咱还搁要甲即个关系处事来甲伊颠倒？有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咱无愿意付上代价。迄个建立关系需要付上代价毋若是敢若讲咱伫咧头拄咱讲到迄个伫咧时间顶面会付上代价，咱需要付上咱的精力，甚至咱爱为着迄个彼此之间的关系需要有较济的迄个祈祷，甚至陪伴，较着迄个鼓励，以及咱为着要安尼有一个真好的关系，咱伫遐来坚持，咱为着即个彼此之间的关系，咱欢喜伫遐来吞忍。安尼，咱才有法度伫迄个中间来伫遐维持。搁咱会发现讲，咱安尼为着迄个关系，确实用着真长的时间。搁安怎无一定看会到高效，但是爱做无？爱。这才是一个咱是安怎咱无愿意付上代价的原因。因为即个咱为着要互伊有一个真好的关系处事。结果，咱需要真爱用着真侪来去不管是伫咧咱的精神、咱的快乐顶面，咱爱好好来去甲维持。因为伫迄中间，咱才有法度有做一个好的讲得到上帝的迄个安尼的祝福。然后相形之下，迄个解决问题咱就会通发现讲，咱若讲用着对事不对人，咱会发现讲即个咱着定做这个规律规条甲着迄个纪律，着照安尼落去做，代志真紧着来完成。真短期内面，咱会通看见迄个高效。但是咧，咱若注重即个解决代志，无有迄个先去了解人，互人有一个缓和的迄款的空间，咱。用着侪才会，咱讲迄个条文、规条、纪律，安尼强压伫咧即个强压的方式去处理每一项代志的时阵，咱会通看见讲，迄个问题看起来真像是解决啦，但是有可能因为安尼来失去人的心。那用着迄个建立关系的方式来处理。将迄个建立关系放伫咧解决问题的顶面，就需要付出安尼一个搁较长的即个时间搁较安尼，甚至爱付出搁较侪的即个心理的即个代价，咱才有法度去得到人的心，搁会通帮助人，会通恢复迄个正确的迄个关系的迄个处事。当咱所面对的即个人，伊真做一个对的人的时阵，迄个所做的代志才会有价值。亲像主耶稣，伊为着咱，伊付上代价，伊甲咱建立关系，互咱会通来得到称义成圣。所以，咱会通发现咱需要。伫咧即个关系处事顶面，咱需要搁较尽心尽力，用着真长的时间，因为咱是要学习主耶稣的款式。因为主耶稣伊安怎付上代价，伊伫遐来陪伴文徒、陪伴学生，咱嘛是共款伫遐来学习，来陪伴咱所需要去陪伴的每一个人。这也是咱。会通讲是一个对咱来讲一个真大的挑战，因为尤其伫咧咱今仔日即个世代，咱会通发现要安尼付上迄个代价，伫遐有迄种长期的陪伴，是一个真无简单的代志。咱即马咱现代的人，咱因为即个尤其是即个科技哪来哪发达。咱会发现讲，咱甲人的迄个彼此之间的关系，咱伫咧对待人的顶面，咱会哪来哪哪无耐心咱无法度去用着真长的时间来去陪伴
但是主耶稣伊确实用着真长的时间伫遐来陪伴伊的门徒，安尼，所以咱需要好好伫咧迄中间来去看见咱家己到底伫咧即个中间是毋是咱有欢喜伫迄中间来互相代价。另外一个，互迄个关系处事颠倒的原因，就是咱头头有去小可嘛有去讲到，就是即个时间甲着成绩。咱讲成效，因为建立甲着即个事务的即个关系，会通用到一个真短的即个时间，就会通看见成效成绩，佮会通真容易去做衡量。安尼比较落来，迄个建立关系需要用到一个真长的时间佮安那无真容易伫迄中间来衡量。如果咱若徛伫咧迄个咱讲功利的迄个角度来看的时阵，咱会通发现迄个看重迄个立即的迄个效果，甲着迄个较短的迄个时间真容易安尼将迄个关系处事来伫迄中间比较来颠倒，颠倒了迄个建立关系的迄款安尼的迄个处事的结果，就是比较咱需要用到一个，咱需要用到一个更较大的迄个代价，迄个需要搁开更较侪的迄个时间，咱才有法度将迄款安尼关系处事来甲伊安尼咱讲纠正，还是讲甲伊翻转过来。所以咱若要爱搁一摆来咱讲重新来建立迄个关系、迄个处事，咱必须要将咱的迄个眼光来放伫咧迄个上帝的旨意的顶面，咱真清楚去认捌着迄个生命的迄个价值，就是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建立关系，建立人成做耶稣的门徒。当人若真正真做耶稣的门徒的时阵，伊伫逐项的代志，伊伫逐样的遮看，伊伫咧看，也是听，也是咧伫遐咧想，甚至伊咧讲的顶面，伊所行出来，伊就有法度伫迄中间看、听、想、讲甲着行上帝的话，就伊伫迄中间，伊有法度照着上帝的心意来伫遐来行来活，所以。如果咱若知影咱迄个建立、迄个建立关系的迄个处事咱要安怎知影讲？安尼迄个关系处事，咱建立的到底是对，还是毋对？我想应该有一个会通好来帮助咱，好好伫迄中间来去问即个问题，就是咱到底咱伫咧。每一摆咱伫咧做每一项代志顶面，咱到底是看重的是迄个解决问题，还是伫遐建立关系？如果你的答案是伫遐，你期待要赶紧来解决问题，安尼咱就会当看见迄个咱将迄个代志解决代志是放伫咧迄个建立关系的迄个顶面。但是咧，咱若是将即个建立关系放伫咧即个代志的顶面，迄个处理代志，要解决代志的即个顶面，安尼咱就会通安尼伫咧将咱的迄个关系处事会通做一个有一个真好的迄个安尼的关系。所以咱会通用几个例来做咧。我头一个要来用的咧就是祈祷。咱祈祷的目的到底是为着啥物货？到底是要咱祈祷是要为着要解决问题，是要为着建立关系？这是咱需要去问的问题。如果咱的祈祷若是为着要来解决问题，安尼人就爱伫咧需要的，咱会发现咱会是伫咧咱需要的时阵，咱才来祈祷。人就伫咧迄个有需要的时阵，伫迄个才要来祈祷。搁安怎？咱的祈祷是安怎？爱上帝来解决问题。咱期待上帝伫迄中间来行神业。咱伫咧咱的祈祷中，咱只有干那认捌啥物货神业。
咱期待上帝伫迄中间来做事，看起来真像无啥毋对。但是咱会用来想看卖啊，如果咱的祈祷是干那要为着解决问题，安尼咱到底咱甲上帝的关系，上帝甲咱的关系变做是啥物款的关系？伊到底是上帝是真做咱的奴仆，还是咱是上帝？如果祈祷是为着甲上帝建立关系，安尼咱就伫咧咱的祈祷内面，会通哪来哪认捌咱的主，咱的上帝。所以主要说伊安怎教导门徒祈祷？主要伫咧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经文内面，主要说伊教门徒的祈祷，伊讲安怎？伊讲恁祈祷的时阵爱安怎？讲阮伫天里的父哦。一开始主耶稣就已经先真清楚来讲到迄个关系。我已经有讲过几啊遍，但是我后来发现，原来有兄弟伫咧祈祷的时阵，犹原有即个问题，就是咱咧祈祷的时阵，咱拢讲亲爱的主耶稣，咱敢想讲你的关系处处对啊，毋对？咱咧祈祷的时阵，即个真简单的。头前即句话，咱就要好好来去想看卖啊！到底咱的祈祷的对象是咱的天父，还是咱的主耶稣？祈祷的对象，因为你祈祷上落尾，咱是奉啥物人的名？奉主耶稣的名祈祷。咱既然咱是奉主耶稣的名祈祷，安尼，你即摆你的祈祷对象到底是啥物人？咱是亲爱的主耶稣，耶稣是咱的中保啊！耶稣是我们的中保，所以伊既然是咱的中保，咱的祈祷的对象是啥物人？中保是啥物人？所以咱奉主耶稣的名祈祷的时阵，迄个是中保啊！咱是奉着主耶稣的名来祈祷，但是迄个对象是啥？是天父。因为主耶稣伊嘛安尼甲咱教，敢毋是？伊讲恁祈祷的时阵，就安尼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父，敢毋是？佮后壁讲啥？愿你的名受，愿你的名声。咱的现代台语也不讲，愿你的性命受尊重。所以伫咧迄个关系、迄个处事顶面，主耶稣伊伫咧一开始，伊就真清楚甲咱定义伫咧迄中间。佮安怎？咱所有咱包括咱的祈祷，是要互主的名得到尊重啊！互伊的名得到荣光诶，所以，因为主要说伊后壁伊真正伊毋是伊嘛安尼教导讲，其实咱所求的，咱的爸早就拢知影，敢毋是？所以咱所求的，咱无需要为着咱家己来求，因为主拢知，咱需要的是爱甲伊有一个好的迄个关系。所以咱伫咧祈祷的时阵，咱应该爱真清楚来表达出咱。迄个伫咧也未甲咱的天父上帝去祈求，去讲出咱的迄个需要，甲咱的欠缺，是咱的问题进前，咱迄个上大声的迄个优先的次序，是爱认清上帝是咱的天父，伊是迄个想事的迄位，所以你爱真清楚知影讲，咱伫咧祈祷的时阵，到底迄个对象是啥物人？迄个祈祷是要甲上帝迄个建立迄个关系。你甲上帝有一个真好的关系，你甲天父有一个真好的关系，你真清楚你所祈祷是咱的天父，就你所求的，拢要甲你讲，敢毋是？祈祷若是为着要爱上帝伫迄个中间来解决问题，安尼咱期待上帝伫遐来改变咱的环境，改变咱所拄着的，咱期待咱的上帝伫迄个中间来伫遐来行神迹。咱会发现，安尼咱的信心到底是建立伫咧什么款的迄个情形顶面？咱的信心是建立伫咧迄个环境，也是讲伫咧迄个神迹的顶面，却毋是建立伫咧上帝的顶面。安尼即款的迄个咱即种认捌神迹迄款安尼的迄个信心，就无法度得到持久。毋是讲神迹无需要，
是生命是要帮助咱人物主，无毋对。但是咱毋是一直爱有生命。这也就是今仔日咱会通看见有侪咱伫咧主内的兄弟，伊足爱去参加足侪神医奇志神医特会有无？参加迄好无？袂歹啦，但是毋爱一直参加啦，因为你敢若一直伫遐咧看遐神迹特，但是你到底咱甲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无？因为你敢若伫遐看神迹医治特会，结果会情形就是。遐个你拢永远拄袂着，因为你甲上帝无有一个好的关系，敢毋是？人拄着是人甲上帝有好的关系啊。所以咱伫咧咱祈祷的时阵，咱伫咧咱需要咱咧祈祷的时阵，咱毋是伫遐期待迄个安尼，迄个讲上帝惊生业，咱需要的是期待的是咱甲上帝到底是啥物款的关系？若经历生，若讲到是经历生涯，咱会通发现伫咧圣经内面，以色列人经历生涯有济无？以色列人伊伫咧出埃及的时阵，伊伫咧也未出埃及进前，伊就已经先看到10个生涯，敢毋是？看到遮侪生涯着，但是咱看以色列人因出埃及一路，因到底是对安怎咧对待上帝？上帝一遍一遍甲因引带，一遍一遍甲因安尼拯救，一遍一遍供给因的需要，但是咧，因却是一遍一遍来违背上帝，敢毋是？因为咱会通看见，咱若对出来记，咱就通互因看见。因经历遐侪生涯，结果因伫咧经迄个，甚至到尾啊，经历迄个红海，已经行淡水过红海。结果，因的信心维持偌久？3天。因去拄着迄个，去到伫迄个迄个旷野的所在，伫遐安尼啉着迄水，讲是苦的时阵，因伫遐安怎埋怨上帝？因伫迄中间，因开始伫遐安尼大伫遐来埋怨。哇！因伫遐安尼，因就来摩西伫遐问：哦，你互我啉的到底是啥物货？这是啥物款的态度？主人的态度，敢毋是？你甲我准备到这是啥物货？带我出来，结果互我啉较济，也无互我一寡玉液琼浆。一个面对着迄个最苦的时阵，心内最的苦都拼出来。上帝就不断伫遐来解决以色列人的问题。但是以色列人并无因为安尼来伫遐来认捌上帝，反正因伫迄中间是不断伫遐来背逆上帝。直到上帝伫咧民数记讲哪，伊讲哪，讲他们必在这个旷野中消灭，死在这里，因为这群人不配。咱若会通看见讲。上帝原底本底要带领这个已经伫咧埃及受苦的以色列人，已经经历400年的这做奴才的性命，他要出来到伫要出埃及，要去到伫这个老尼甲密勒地，结果上帝伫迄个中间安尼行遐尔侪生涯，结果因是不断伫迄个中间来违逆上帝，背叛主，直到。落尾手，上帝讲，因的确要伫咧旷野中来消灭，死伫咧遮。只有甲3人，约书亚甲迦勒，有法度带着即个新的一代以色列人来进迦南地。但是因进迦南地了后，敢就变好？咱若伫咧士师记内面，咱就会通看见，这以色列人犹原。拢是伫咧即面对问题的时阵，因才伫迄个中间来向上帝来求救，敢毋是？因爱上帝伫遐来甲因拯救，来解决因的问题。因问题一个解决，因就安怎随时袂记咧上帝。直到因搁去面对着另外一个问题的时阵，因才搁一届伫迄个中间来呼求上帝，敢毋是？祈祷若只有干那要爱上帝解决问题，就有解决袂完的问题。
伊就活伫咧迄个解决问题的迄个循环的内面。这就甲包括咱咧祈祷的时阵，咱到底是将焦点是放伫咧咱甲上帝的关系中间，是咱敢若只有敢若关注迄个注目伫咧迄个咱所拄着的迄个问题顶面。祈祷是要为着要建立甲上帝的关系，互上帝来调整咱的心，互咱会通搁一摆定心来安尼注目仰望咱的主，互咱明捌咱甲上帝，咱有法度伫迄中间来去明捌是讲体会体贴上帝的心意。所以摩西伊伫遐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时阵，你看伊安尼每一摆伊去到伫上帝面前，伊就伫迄个中间安尼带着迄种明捌上帝迄款安尼的期待。伊伫咧旷野的日子，摩西伊是事实上伊经历遐尔久，伊是哪来哪明捌上帝？但是伊当伊到伫伊的迄个人生的迄个最后期的时阵，伊安怎向上帝来祈求？伊毋是爱上帝解决伊所即马伊面对伊咧带领以色列人的这个问题。伊伫遐向上帝祈祷，伊讲安那？伊讲求你显出你的荣耀，互我看。伊期待是会通明捌上帝的荣耀，所以弟兄兄弟，亲像摩西遮尔安尼信心伟大的人物，伊伫咧甲上帝，伊敢无遐尔明捌主，但是伊只有干那求上帝一项，就是显出你的荣光，互我看。伊敢毋捌看过？但是伊期待是讲会通甲上帝面对面，但是主耶稣，咱的上帝，伊天父，伊讲安那？伊讲你若看到我，你就爱死。所以迄落上帝，伊伫迄中间，伊讲安那？伊讲我要恩待啥物人就恩待啥物人，我要怜悯啥物人就怜悯啥物人。讲安那？讲你袂通。只是讲你袂通看见我的面啊啦，因为无人看见我会通游玩，还佫活地。所以上帝保守保护摩西。其实伫咧迄个时阵，摩西已经上帝早就已经要准备要接伊走啊，咱毋是。但是伊游玩保守摩西咧，伊讲啦，讲我要甲你藏伫咧即个迄个山洞的内面啊。当我的阳光经过的时阵，我要用我的手砸你啊！搁过来咧，当我经过的时阵，你要看到我的背影。上帝游玩保守摩西，所以咱今仔日咱到底拢安怎咧祈祷？是要安怎？咱会通好啊来想。如果咱若有一个好的祈祷的时阵，如果咱的祈祷若是为着要建立甲上帝关系，安尼问题就算讲也袂得到解决，但是咱的信心，因为咱对咱的主有更较深的明白，咱真清楚知影主伊的确要保守咱，要互咱所拄着的问题，伊会亲自来为咱解决。因为咱所拄着的每一项代志，是要互咱来得到成长。伫咱所拄着的代志，就算讲咱安尼上帝所应允的，拢也袂成。咱若欢喜来信靠，欢喜来顺叹，上帝伊伫咧迄个咱伊要互咱伫咧迄个属灵的眼光内面看见伊的确成，咱就要经历迄个上帝迄个伊的迄个大的作为伫咧咱的顶面。咱用上简单的例就是迄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伫咧迄落希伯来书内面嘛讲起着，亚伯拉罕上帝应允讲，你的后裔要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山遐尔啊济。但是亚伯拉罕伊死的时阵，
到底有偌济子孙？但是伊相信上帝所讲的，就伫咧伊伫咧迄个属灵的内面，伊属灵的眼光内面，伊看见伊的子孙那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山遐济。就算讲伊已经死，但是上帝伊伫咧后来，咱会通看见以色列人因敢若出埃及，就200多万人，何况是现今。所以咱就会通看见，咱到底甲上帝建立是一个什么款的迄个关系顶面，咱会通发现，如果咱若是建立伫咧甲上帝的迄个关系顶面的时阵，咱将建立甲上帝关系放伫咧所有一切处事的第一位的时阵，安尼迄个问题有解决无解决，迄个已经毋是上重要。咱的信心会通因为安尼，互咱搁较认捌咱的主，咱的上帝，咱伫迄中间，咱的信心哪会哪加天？上帝伊就要互咱用着迄个属灵的眼光，看见迄个咱原底看袂见。保罗嘛同款有迄款安尼的心志。伊讲安那，伊讲无论迄个环境怎样，迄个问题偌尔啊困难，拢无法度影响伊建立甲上帝的关系。所以安怎讲？伊讲啊，讲伫咧即个经文内面，伫咧罗马书第8章啊，头前讲一大堆。伊后壁敢若讲一句，都不能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一个已经罗马书咧写的时阵，是保罗已经得要受审判，要去安尼，互上帝接去进前。伊伫遐写这个册的时阵，伊伫遐讲起讲我。无论是死，无论是活，是天使，是相关的，是有权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悬的，是深的，无有一项会通来互阮甲上帝的疼来伫遐计算。如果咱的祈祷若毋是为着要解决问题，乃是伫迄中间，咱要来甲上帝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安尼。其实咱拄着问题就无搁再是问题，咱是要上帝要互迄个问题要成做咱的祝福，迄个问题要成做咱成长的迄个养分，一步一步咱会看见，伫咱的生命内面会当不断伫遐看见上帝伊怎样带领咱一步一步去跨越咱生命当中的迄个困境、迄个难处，无搁再成做难处，无搁再成做困境。咱是要成做祝福。若是照约书亚讲，遐个困境、遐个难处，要成做咱的啥？咱的食物。所以求主帮助咱会通透过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咱会通搁一间好来回想，咱到底咱甲主、咱的上帝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关系？佮咱到底将迄个关系的次数，咱到底将迄个优先次序，咱拢安怎放？如果咱若放了无好势，求主帮助咱会通搁一届重新照着咱安尼今仔日所领受着，会通咱搁一届好来去亲像，搁一届来调整，互咱真正会通将迄个次数来安尼放好好势。就咱所拄着的问题，无搁再成做问题，咱是要成做祝福。所以咱会通好搁来想，如果咱若将迄个关系次数安尼。重新来甲伊调整好势，服侍的态度应该会怎样？咱到底若将即个次数甲伊安尼调整好势，咱到底伫咧服侍主的即个态度顶面，咱会变做怎样？佮伫咱的生活的迄个角色的顶面，咱有将即个关系安尼甲伊讲摆放正确啊无？第二。咱知影讲，迄个建立关系次数既然遐尔啊重要，安尼为什么咱阁会甲迄个关系次数来甲伊放颠倒？咱头拄有讲起着有2点，会互咱将即个关系次数放颠倒，安尼是倒2点？佮咱要安怎来去调整咱家己？
上好尾咱要来问的问题是：安尼，迄个祈祷的目的到底是为着啥物货？是要为着解决问题呢，是要为着建立关系？恳求圣神帮助咱，互咱会通安尼好好啊，搁一摆来想思考，咱会通搁一摆来调整，互咱真正对上简单的祈祷开始，互咱会通将即个关系次序来调整好势了。我相信，过来咱所毋是干那伫咧咱的祈祷顶面，包括咱甲上帝的关系，咱甲家己的关系，甲着咱甲安尼其他的人的关系，咱会通有一个真好势的关系。有机会，咱转去好好啊，搁一摆将圣经咱今仔日所领受的经文，主教示咱的祈祷，咱搁一摆好好来读，每一句拢是咱的祈祷。阮伫天父的爸，干那即句话，阮伫天父的爸，咱着用祈祷足久啊。咱要安怎去伫遐宣告？咱的主，伊是诚做咱的天父，伊有伫咱的每一项代志顶面，诚做咱的爸啊无？愿你的名声，咱有伫咱的每一项代志顶面，咱拢为着要互主的名得到荣光啊无？咱只要每一句摕来诚做咱的祈祷，你就会发现，其实咱的祈祷会通好真丰富，佫是会通将迄个关系次序伫迄个中间就来甲建立优先次序，甲就是咱的天父上帝，佫来咱家己的关系，咱甲家己的关系，佫咱甲他人的关系，后壁毋是有迄落迄个安怎讲？如果若有别人安怎去甲咱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有赦免辜负阮的人。主耶稣伊伫咧即个教示咱的祈祷文内面，已经将即个关系次序已经甲咱讲甲清清楚楚。咱会通好好照着咱今仔日所领受的经文，搁一摆好好来回想。我想咱会通透过咱安尼，搁一摆将主教示咱的祈祷文，咱伫迄中间好好来祈祷。我想咱会通伫过来的日子内面，若咱有甲上帝有一个真水的关系，咱也甲咱家己，搁甲咱所有众兄弟，拢会通有一个真好的关系。求主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阮搁一摆献上满心的感谢。主，你是阮的天父。你伫阮逐样的代志顶面，因为你要赏赐你逐样的好物，互你的囝儿、你的儿女。主，你照着你所应允的，就来成就伫你家己的正儿女的顶面，互阮会通看见你怎样安尼为着你家己的儿女。赏赐逐样的这个好物，逐样的这个好事来摆伫你家己的儿女的头前。也恳求主圣神帮助阮，互阮真正欢喜来顺叹，来体贴主你的心意。伫阮所做、所想、所行、所看、所听一切的这个事代志顶面，主，阮无搁再掠家己做着。做牛、做主，乃是阮要互主你来伫阮的生命内面来掌管做王，互阮欢喜建立甲主你有一个迄个优先的迄个次序，来建立甲主你有一个真水的关系。阮才有法度伫逐样的这个好事顶面，拢得到主领受着主你的施恩赐福满满。愿你的神不断来激励阮、帮助阮，互阮会通伫阮过来日子内面，阮会通有一个甲主你建立甲主你有一个真好、真水的关系。阮也安尼，阮会通伫众人的面前来见证主你，去高举主你的名，互你的名，因为阮所行所做一切来得到应得的荣光。愿安尼恳求祈祷，靠着基督圣名。Amen.
这时咱用圣诗635首，愿主旨意伫正伫地来回应今日所领受的，请起立听专首。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路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壁刀林内受苦，变是个死埋葬轮府，第三日伫上中外上天。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本主日是启奉的主日，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回应上帝恩典。起立，因侍奉的诗歌。耶和华，你是天地的主宰，各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今仔伫天顶地的，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快乐、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我的上帝啊，那我感谢你，予到你极大的荣光。我是甚物，仍然为安尼奉献。因我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假卡的。我伫你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美丽。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我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予你。请坐。这是咱感恩的奉献，请简秀美执事。曾建明之事。
爸，愿感谢你，每一天你拢甲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清起阮的心，保守阮每一天的心思意念。不管阮是所想的、所做的、所讲的，拢会当下你的教导，毋止帮助到家己，嘛会当帮助到别人。感谢天父，阮甲安尼感恩献上，互教会使用，求你感纳。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来读本周的经句。本周的经句记载伫马太福音第6章14节到15节。来，恁若赦免人的过失，恁的天父嘛会赦免恁；恁若无赦免人，恁的天父嘛袂赦免恁的过失。马太福音第6章14到15节。咱只是来报告，报告的大先，咱有一位林尤阿素姐妹，迄是苏静杰妈妈，伫后壁。韩言，是民众的外婆，啊。好，我们现在咱就来看报告事项。第一点，本主日是时运会主日，咱礼拜完有召开主日的教员会，请老师备办心。第二点，请各团体安排后一季的聚会内容，伫6月16日之前爱到办公室。第三点，咱本会7月2号到5号。下晡有咱主日学的品格营，请咱家长若是有囡仔，也是咱有熟悉咱厝边的有囡仔的，拢会当请因来报名。第4点，咱招待岛顶头有咱教会的各项奖学金及基金管理办法的手册，咱每一户一本，请咱兄弟家己来摕。具体的消息。第一点，15日伫双连教会有举办迄是属于多媒体影音的讲座请有咱的影音小组的要参加的，咱甲咱陈安执事来报名。其他阁有侪书记的，有青少年，也是有学生的一寡营队咱家己拢伫公布栏，咱家己去看。后阁有第4点，7月20号，伫既然教会，咱教会有伫关心的缅甸的宣教的事工的牧师，宣教师转来述职联合礼拜，请咱若是有关心的，会当来参加。其他请咱家己来过目。然后后周的事务表，有爱事务的同工，请咱家己来注意。上尾有会计报告，若是有出入的，咱也是甲办公室来做更正。有事要补充无？这平安。咱的7月，即马咱已经6月啊吼，6月要中啊吼。所以请咱家己若家己有子女的，是咱家己的遮个亲戚朋友有遮个细囝的吼，因伫遐咧讲暑假，毋知要安怎安排吼，请咱赶紧的邀请因吼来报名咱的即个暑期的即个儿童营吼，因为咱的即个简章吼。伫咧网络面顶一个铺吼，人就马上有囡仔，迄个家长就马上报名，所以吼，咱家己吼，毋好到要已经到啊吼，
才要来报名吼，会造成困扰。吼，咱过去已经有几啊遍吼，拢是到人拢已经拢报了啊，啊人名牌拢做好啊，结果当日才带人来吼，啊，迄造成老师的困扰。搁安那，我甲讲上简单就好啊。人迄名牌，人拢用印刷的，印甲好势好势，漂漂亮亮的。结果你当日报名用手写的，吼，迄干那囡仔吼，是安怎我的名牌跟人家不一样，吼，安尼就好啊，吼。所以咱若会使，咱尽量吼，咱若讲有囝孙仔的，也是讲咱的朋友有要报名咱的儿童品格营，请尽早报名，吼，莫拖拖刷刷造成咱的迄个同工的困扰，吼。何况这品格营内底讲呐，美味享享的，所以应该是还佫准备材料的，吼。啊你若伤慢报，人要安怎准备材料，这造成困扰，吼。所以咱家己教会家己办的吼，啊毋好咱家己反正煞是咧上尾啊，吼。以上。这是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这沉沦的世界有侪侪苦难，现在当地发生。愿求圣神的平安、公平、公义，去走遍地球的每一个所在，互上帝听超越国界，为万民带来医治。求主赐予这世界的领袖有智慧，帮助因会当应对现今的挑战，互世上的人拢会当彼此关怀，化解冲突。慢慢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求你互官员、民意代表，拢会当无为着家己的利益，是为着全民的福祉来疼惜台湾，互人民拢会当安稳、搁安居乐业。这是我慢慢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教会有侪侪事工，甲坚定的计划会启动。求你的灵、甲牧师、甲正同工同在，互阮手所做的，拢是要荣耀你的名。现在天气变化多端，时冷时烧热，有侪侪长辈会友身体欠安的，求你伸出你的圣手来医治甲扶持，使因有健康的身体，甲喜乐的心灵。我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是咱来用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恁，来彼此祝福。停止线，请牧师来祝祷。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圣。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顶下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咱用这条祝福，咱彼此来祝福，祝福歌。愿上帝
上帝的光，因你照伫咱。愿上帝行今日行伫咱，愿上帝行今日行伫咱，愿咱所受一切温暖，显明伫咱所做所讲，愿上帝。